帮我们进行辩护的义务律师团以及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的协助。我想今天的判决，审判长在宣告的时候，已经再度的印证我们从第一审程序就不断提出的主张。整个服贸协议践踏我国的民主宪政，强行闯关。318运动、太阳花运动无罪，有罪的是马政府以及那个时候违宪、违法、强行把服贸视为审查通过的张庆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我们呼吁，我也希望在接下来行政院323、324行动的审判活动，承审的法官能够用相同的高度来看待这一次因为立法委员没有尽到他们的法定职责，违法滥权、践踏我们的宪政秩序所引发的公民集体的抗议行动。审判长今天对于公民这样子的一个行动，认为是国家所赋予的权利，积极的予以肯定。他也语重心长地说，掌握权力的人必须要倾听人民的声音。我相信这样子判决理由的宣示，不仅是过去的运动，对于现在以及未来台湾政治的发展，都有相当长足的意义。